无百面是真相。什么是真相？咱先问家己这个问题。尤其是咧面对看茫茫的网络世界的时，面对五花杂色的资讯，咱到底爱相信啥？什么阁是值得咱相信的？若是咱简单相信感觉，外靠情感，无经过逻辑思考，就算有理性的分析放伫面头前，嘛是带做无快。安尼定着会对国家的民主造成巨大的伤害。现代社会的济资讯，透过网络媒体生团分张，一个传过一个。若是有人调工要影响选举，还是政策的方向，迄是真简单的代志。伫网络时代，手机啊背一个。不管有路用无路用的资讯一大堆，咱无时间嘛频繁去纠正，就安尼煞无去思考，互牵咧行。网络时代注重资讯公开，毋过这嘛牵涉到遮的资讯是毋是通信任一个？台湾2013年甲2014年的年度汉字分别是假甲乌，显示假消息毋但造成社会的不安，阁造成人民对政府执政无信任，社会对立，影响到规个环境的生活品质。再来看英语的例 ，The Current Dictionary 2016年的年度词类是 Fake News 假新闻 ，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17年的年度词类是 Post-Truth 后真相。这个进一步说明，政治人物、名嘴还是利益团体利用媒体讲白贼，故假的数字、糟蹋过的话语来欺骗民众，通可互因得到利益，落尾嘛是民众咧受灾厄。咱伫网络常常看到一寡网络宣销客，确实有真侪 fans， 写一寡乌鲁木齐、顾正显目的飘头，无经过事实查证的文章，全靠个人情感来批评，因引带社会风气，说是扭曲真相，白捏做乌的。当事者有影是下到第四囝，话甲直后。嘛无法度对抗网络的暴力，落尾就算放风声的人互拍枪，互证明是家己乌白斗的，嘛免负什么责任，嘛袂感觉歹势。假讲佮继续咧骗，这代表咱的民主防卫机制犹阁无够分，对社会长期发展不利。咱长期受党国体制教育的苦毒。已经真欠缺逻辑思考，欠缺超找事实的法度甲勇气，真歹无带情绪来看待社会种种的议题。有的人规气，甲遮的议题当作是一出连续剧尔。人民全爱惯死看无论证的事实表面，全靠主流带头。啊，若讲真话。等到会互大多数的人屁想。未来国民意识的发展，就要看咱是毋是会当有独立思考、超找真相的法度。上重要的是，要有第三方公信单位的审查、监督、减少假新闻、假政见这款无负责任的代志来发生。那么，毋望政府咧追求转型正义的时，超找过去的历史真相的脚步，爱较紧嘞。